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来礼拜有真忝无？无吼。服侍有真忝无？无啊。一届吼，听会友在讨论讲，遐同工在讨论讲，牧师啊，你毋知哦，阮周间吼拜一到拜五吼上班非常忝，来教会服侍比上班搁较忝。哇！我想听都惊着，讲才会安尼。但是想看卖，什么是服侍咧？咱教会今年强调讲，一人一个服侍，一人至少一个服侍。安尼什么是服侍咧？服侍毋是只有礼拜时才叫服侍呢。服侍是啥物？服侍是对伫上帝呼召回应，是做伫人的生命中间。上帝无欠咱服侍呢，所以服侍不只是伫礼拜中间，也是任何宗教仪式中间叫做服侍。连咱在职场中间、家庭中间、生活环境中间，咱照着上帝话去做伫人的生命中间的需要，也是讲咱领受上帝话去做伫上帝旨意顶头，拢是服侍啊。所以服侍毋是只有礼拜这时间叫做服侍，每一天咱的生命拢是伫服侍啊。顶礼拜10月4号拜五吼，这蔡万才台湾贡献奖颁发予一个医生啊，就是前这恒春基督教病院的院长陈云子、陈文子这医生啊。这医生有啥物特别所在？其实伊是对美国转来。1994年的时，30冬进前，伊受到上帝呼召，到伫台湾恒春迄偏僻的所在来做医生。你知30冬进前吼，恒春迄个所在无眼科哦，无像马街遮尔好诶。30冬进前，旧来是无眼。袂当看目睭，你讲目睭歹去，袂当看目睭，要开刀拢无医生。但是伊就受，伊是60岁退休的生活呢。你若要退休，60岁、65岁、70岁要创啥？游山玩水，四季种，四季看到无？开会遮尔忝要创啥？伊互上帝呼召，转来台湾这个所在，这医生真无简单啊！你知影恒春迄个所在风景头对无？有人种迄长头啊！你迄长头迄个皮吼，因为风景头皮甲满死过，会擦到目睭啊！擦到目睭，迄种的目睭迄眼角膜迄个所在吼，因为这霉菌就感染，就烂去。这乌鳞的这个所在就烂去，溃烂去，发炎啦。但是呢，伫迄枕头的所在讲吼。因为这欠算讲人老就是看袂到啦，这正常啦。无人要看医生呢，伫遐做医生无还价呢，真奇怪吼。因讲吼，到迄个所在讲，迄个所在吼，咱老着这个所在就是有一个传说，就是人老着看袂到，这是正常。看会到，迄是无正常真可怜对无？这医生真巧，就讲吼。有这个百万做这个同工哦，伊讲吼，来，我甲你讲吼，你帮忙考劝一下，你厝边头尾熟悉吼，小叫一个，看一个80几岁阿嬷哦，一粒目睭已经歹去哦，搁来互伊开刀，甲考劝讲来开看卖，开看卖啦，开了讲另外一个目睭讲看会到，哇，感谢上帝。开始一堆人来到伊门诊的所在，规早起60几个、70个在看。伊讲吼，即摆已经90岁，搁伫做医生在看患者。伊讲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爱加一天的服侍。这就是服侍啊，不只是礼拜。有咱个礼拜真忝服侍，要创啥，要讲道嘛真忝嘞。我昨无去南手下手团队做伙食饭，我咧准备讲究啊。你咧食饭，我咧准备呢，会忝袂？当然会忝啊。
但是呢，服侍的态度应该是无共款。每一天拢是服侍，咱得到上帝的奖品吗？咱得到上帝应要的奖吗？有一天，你会当面对上帝讲善良和忠心的路步吗？牧师伫遐提醒讲，咱透过今经文讲，头一项代志是啊，谨慎自守，谨慎祈祷。你知影彼得前书啊，迄个年代啊，是照或者罗马政府迫害迄个年代。但是呢，彼得前书第2章11节到4章第6节，是讲到啥？基督徒要怎样面对外邦人？要怎样甲这无信主的人斗阵？要怎样甲因有好的关系交配？但是对第4章第7节开始，是讲到基督徒要怎样来款待彼此啊？教会中间，你彼此要怎样相款待？所以彼得强调讲，你必须爱彼此相疼。彼此服侍，这是对着教会内底来讲。想看卖咧，咱伫教会中间，咱是怎样来相款待咧？拄仔我讲迄个例，这陈医师伊到台湾的时啊，其实伊将伊的服侍拢交伫主。1995年闰8月，大家有听过无？迄当教界叫流传一个预言，是讲啊，1995年闰8月是中国要拍来台湾，所以陈医师伫开业中间，人甲问讲，你哪会遮戆啊？大家要走出去，你搁走回来？伊是对台湾退休了，走去美国享受伊的过退休的生活咧，搁走回来。人讲你哪会遮戆？大家拢要走出去，你走回来？我相信。末世已经临到，但彼得前书迄个年代是罗马政府的迫害啊。彼得提醒因讲，该谨慎来祈祷。咱服侍有真侪重担，敢毋是？可能牧师嘛有重担，有压力呢。长老有无？执事有无？指挥的无？大更现，大家都嘛有压力。但是服侍中间有压力的时，你就交托上帝。彼此用听相款待，人甲人中间斗阵尤其是教会人斗阵彼此相款待，相听毋通埋怨。上要紧的，就是爱热切来相听，因为听也看真侪罪过。彼此好款待毋通埋怨。为什么咱会埋怨？教会中间人甲人中间，加加减减有冲突的。敢袂？你讲要做这，我讲我爱做这，开会时阵安怎？小可无欢喜啊！我讲这代志应该安尼做，你爱听我的，嘛是会出一寡问题啊。但是我知影，当灾难临到的时，你会看对方的缺点无？还是互相帮助？罗马政府甲伊迫害的是，你是看兄弟姊妹中间你过去对我无好，你对我无好，记条条，是讲灾难临到的时，彼此互相好款待，互相帮助。迄个时代基督徒受到迫害，彼得一直强调彼此相听，毋通埋怨。服侍的基本要件是听，你若无去听，你服侍对象，你就无这资格讲你伫服侍。但耶稣伊是嘛听这的人啊，真侪人甲看真侪人以后，伊对这其他任何的所在，这原住民啊，对任何砖头过来看医生，伊讲我无食饭无要紧，就是爱就是互患者看好了。伊对这项的来所在来看医生真无简单。我无食饭嘛无要紧，是因为安那？是因为伊是医生吗？毋是啊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听。昨我参加吴景照这次的个别礼拜时，
听到妇女团契咧唱歌，听到这个团契、嘉南团契、中山小组咧唱歌时，我心咧流目屎啊！因为伫唱歌的中间是当感受到迄种的疼，彼此相疼。唱出来的歌，毋是讲好听，迄毋是重点，是伫唱的是迄种彼此相疼、毋甘的心情啊！当你咧唱歌的时，我听到恁唱歌的时，我讲真早捌服侍恁，甲恁做伙同工，迄种彼此的相疼，对恁所唱的歌声听会出来。小组的同工，团结兄弟姊妹伫唱诗歌时，迄种感动，迄种听的回应是无共款的。要真做一个服侍的人，你就爱听你服侍的对象。我真做一个青少年牧师，我若无听这青少年，我就无这资格真做因的牧师啊！我有当我反省讲真无用啊，真安怎？真忝啊！冲！我毋是苏真冲的，我袂软正，但是因为听，互咱有即款动力，继续拍拼，直到袂埋怨。有当时咱会真济埋怨嘛，做愈济，互人嫌愈济啊，会埋怨啊！请你无公平。我会讲，因为听，所以袂埋怨，彼此相听。咱的教会需要彼此来相听。咱是一个大家庭啊，有当时人甲人中间难免有冲突，但是彼此相听真重要。伫这幕后的世代，彼此相听更较重要。第三项。所得到恩赐来彼此来服侍，做上帝逐项恩赐的好的管家啊！每一项领受无同款的恩赐，彼此来服侍，伫听中间来服侍。你知彼此服侍无简单啊！咱最近伫读什么书？耶利米，你无读？咱拢伫读耶利米书，敢毋是咧？耶利米是一个先知呢，有恩赐无？就大概拢听到上帝声，古不利三章一定爱讲出去啊，对无？这是先知的职分啊。什么是恩赐？恩赐是上帝互你的礼物啊。希腊文意思就是礼物。有上帝互你的恩赐，是上帝互你，毋是你。做什么代志，嘛毋是你学的，嘛是你，毋是你经验呢？这是上帝授赐的。先知耶利米时常听到上帝向伊讲话啊，无听佫袂使。所听的都是安那警告这以色列百姓，着悔改哦，着悔改哦，国家要灭亡哦，犹大国要灭亡哦，耶路撒冷要无去啊！哇，真忝嘞！我若做这种先知我一定互抬头。敢毋是咧？要讲无？讲出去呢，百姓佫无爱悔改。但是为什么讲是流目屎的先知耶利米？因为有听，所以伊讲出去的，百姓无爱悔改，伊就伫流目屎啊！伊无悔改，就是灭亡嘛。若无听，袂流目屎啊！我甲你警告，上帝要甲你处罚哦。明仔你会死哦！我讲这句话是，伊表示我无这个听。上帝甲你警告，上帝甲我提醒，你一定要改变，你一定要悔改，无上帝会甲你管教。共款一句话，有听无听，听会出来。耶利米是倒一款的先知？伊是有听先知啊，伊得到这款恩赐，咱每一项都照着上帝互你恩赐来服侍。拄啊，我所讲的迄个但以书，伊是上帝互伊这款的恩赐材料，就是用听来服侍，诚做伊一生的功课。咱每一个人，上帝一定互你恩赐，但是你知影你有啥物恩赐无？知影人举手，
普通台湾人都袂野手，因野手无需要找你讲，无你来做啥，惊拢惊死。我无文书，我袂晓。安尼上介好，礼拜是真轻松来教会，这是上介好的。毋是安尼呢，人同心合使，所得着文书来彼此合使啊。这是阮青少年伫小组中间带敬拜，爱训练无？爱啊！互因训练一个来，试看觅，互因带歌、带敬拜。带久啊，讲这袂歹，这有文书来带这啥敬拜团。这透动，这袂歹。小组中间就是互你有机会试看觅啊。咱教会今年讲，一人一个服侍，对无？你就讲牧师，我就啥物拢袂晓，所以我毋要服侍啊。毋是呢，是你要去祈祷，是你要去祈求上帝啊！我有啥物恩赐，求你启示，求你帮助，然后试看觅。可能就有人甲你讲，你带我袂歹哦，你带祈祷袂歹哦，你带分享上帝话伫小组中间，讲我真有道理。你可能有即款分享上帝话文书啊。每一项文书无共，咱只要看这青少年，咱就训练伊、帮助因。可能带一个游戏尔，伫遐耍、伫遐佚佗，嘛需要有这个智慧呢。会晓带到袂晓带，差真济咧。平常时就安尼操练，夜会中间会当安那鼓励因去服侍比因较细汉的。然后呢，暑假带因去服侍其他教会的人。你从来毋捌带歌过，临时要练袂晓啦，拢嘛爱操练过。平常时你小组就爱操练啊，诗班就爱操练啊。你是逐礼拜练吗？还是讲一年一遍？一年一遍，你敢唱哦？咱爱操练啊，透过教会真济小组团契，才会做伙来操练。互你发觉上帝有互你什么款的恩赐？带这儿童有遮尔简单无？阿嬷阿公带孙就感觉无简单，青少年带儿童嘛无简单，爱操练啊！操练久啊，讲这袂歹，会当去儿童主日来斗骹手啊！这就是演戏啊，还是讲吉他、钢琴啊，会使操练的。你有啥款的文书咧？有一句话，这宣教师讲的：你的才华是上帝小叔叔的礼物，要怎样运用是你回上帝的礼啊！你怎样运用，互上帝，互你的才调、才目？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服侍，但是你要知影上帝互你礼物是啥？要怎样运用？是运用伫你的生命、四周围遐有需要人的所在。第四项，我靠信心荣耀归主。你知影，咱咧服侍吼，普通是咱的照咱过去经验啦，敢毋是咧？我跟你讲，无事我甲你讲哦，我以早安那，所以即摆安那。服侍毋是只有安尼尔。咱都互上帝知影，上帝的气力是上介大。服侍中间就我靠上帝气力，毋是我靠你家己经验呐。事实上，咱伫服侍中间，事实上讲我着过去着安尼做啊，即摆嘛安尼做，未来嘛安尼做啊，拢无问题。你会归荣光伫上帝无？毋免啊！着我锻炼时歌，锻炼甲真好啊！我逐礼拜来唱啊，我做认真的啊，我唱歌真好听，这正常的啊。安尼就是无我靠上帝。我毋是讲咱服侍毋免准备哦，我毋是这意思哦。我准备这篇讲道片，我嘛准备足久的啊。但是我要讲的是讲，你若服侍无准备是平淡啦。但是你服侍中间无我靠上帝是骄傲啊。要怎样我靠上帝？你服侍中间要怎样我靠上帝？
就是你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啊。就是你服侍的时，你会听上帝声，毋是你家己的旨意，乃是上帝意思。这才是服侍。你大概服侍，你有备办好无？准备好啊！剩的交主耶稣基督。剩的我靠上帝主啊！你要叫我讲啥？我准备讲道，毋是这注解册看了，圣经看了，自然就写了，还是 AI 甲写的 AI 替我写，毋是啊！你问耶稣，耶稣啊，你叫我要讲什么呀？是你的意思，毋是我的意思。然后再当归荣光伫上帝。有一个牧师去主持一个大会啊，主持的大会中间，信心大大做工充满，有人病着医治啊，翘久的徛行路啊，阿嬷吼翘久足久啊，徛行路，真侪人伊破病得到医治啊。这牧师吼，赛车返去厝的时哦，就甲车顶的赛车时，甲上帝讲话：上帝啊，感谢你吼，惊生涯技术呢？牧师佫流目屎咧。上帝啊，感谢你哦！你知影耶稣安怎讲？耶稣讲：歹势，迄是我的场，毋是你的场。你毋免感谢我，我会感谢你啊！透过你的服侍，互这人得到医治啊！这甲你无关系啊！这是我的场呢，知影意思无？你有荣光归伫上帝无？咱服侍了，可能真侪人拍破啊！哇，你真厉害！甲你有啥物关系？这是上帝的场啊，甲你无关系。爱将荣耀归伫上帝。你想讲咱教会遮尔侪人，大部分人拢有伫服侍吗？当然，咱周间的服侍是必须要服侍，一定爱服侍，照着上帝心意去服侍。但是咧，你找别人来做伙服侍的时，你看上帝意思啊！你要邀请别人服侍，上帝有甲你启示无？有甲你提醒无？这人袂歹，叫伊来服侍。这人真够读册，真够创啥？但是名声歹歹，无要紧啊！这有文书就好，真厉害就好。毋是安尼呢？咱来挖靠上帝开咱的服侍，彼此服侍，荣光归伫上帝，用听最基础的服侍。对牧师讲千万毋通无闲主的工课中间，确实袂记做工的主。就是你直直做工，无甲主相甲结连啊！服侍中间，你所做代志，若甲上帝一点仔关系都无，应该毋是服侍吧？上帝无欠咱服侍，你敢知影？今仔时班无伫的，对上帝敢有差？无啊！天师天君嘛伫遐学咯啊，无欠咱信歌队啊，敢毋是咧？但是咧，上帝是透过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彼此服侍，诗班唱歌、书会读圣经、牧师讲道理，做伙彼此服侍。上帝伫顶头伫看，上帝无欠咱服侍啊！上帝是全能的主，伊无欠咱服侍，但是咱用听回应上帝对咱的听。咱甲主爱亲密结连，结连做伙时，你才有法度有迄困难去服侍别人。第二项上煞尾，牧师要提醒：同心服侍，避免一个破口。你要怎样同心服侍？你嘛是无时常做伙，要怎样同心咧？爱同心服侍，就是爱做伙祈祷啊，有好的交陪啊。人甲人做伙，时常互相帮衬，
互相提醒，而且爱做伙同心祈祷。可能大家较无参加第二场啊。你知影第二场的敬拜团是拜六下晡就要练习。啊，我要陪因做一项上介重要代志，毋是团练诗歌，我无音乐顶头文书啊。但是呢，我就是爱陪因做伙祈祷，做伙灵修啊。敬拜团啊，要练习正经，就是爱做伙同心祈祷。教会爱有共款意向，就需要同心祈祷，做伙祈祷。互相来分享你所对上帝领受的，所以同心合使，才当避免一寡破口。同心合使，咱就有上帝来开啦。第二项毋通忽略家庭啊，毋通忽略家庭。有一个牧师吼，伊甲我讲，毋是我啦，莫误会，毋是我。有一个牧师吼，就接到一通电话啦，迄人甲伊讲足久的，讲牧师，我约你吼拜三下晡3点，咱伫倒位见面，你一定爱来哦。牧师讲好，无问题。啊，叫我去是啥物人？你知影？伊个太太啊，因为伊太太讲，牧师啊，我足欣赏迄会友呢。大概你讲几点？好势超你的时间，就是爱甲伊约。配合伊的时间拢无问题，但是咱敢毋是足久无讲话啊？所以我甲你约出来做伙来开讲一下。服侍者，无论是长老、执事、牧师、小组长，拢共款，毋通忽略你的家庭啊！小组中间，领导迄组上介重要。你若无hòa好，出问题是有破口啊。圣经安怎讲？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5节，因为人若袂晓管理家己的家庭，他会管顾上帝教会。你要做教会事工进前，领导迄组爱hòa好。我看到这经文，我嘛就踹蛋，你知影？我老太太讲：“哦，你真正是哦，我就。”无顾好咧，我嘛反省我过去就是冲啊！家庭介重要哦，家庭迄组爱顾好，用服侍会听你厝内底的人。有当时咱厝内底的人吼，拢清彩啦，无要紧，咱一家人嘛，就无要紧啊。别人较重要，咱台湾人拢安尼咧，吼，敢毋是？领导迄组嘛是你爱服侍对象啊，好好去听咱厝内底人，这非常重要。第三项，清楚服侍的位置。你知影，咱咧服侍中间有一项非常重要，就是你要做啥，我应该做啥，有一个范围啊。新约的教会吼，初代教会有啥？5种的职分，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、教师，对无？每一项所做的工课无共款啊。咱咧读新约中间，小可会当了解使徒、先知、牧师、教师、传福音是怎样咧运作伫初代教会。但是无写到真明啊，所以教会你伫服侍，你看别人伫服侍，对伊有意见，你要怎样？咱都服侍啊，我服侍这边，伊服侍迄个所在，咱都当然无意见无共咧。你爱谦卑家己讲互伊听你的建议啊。某某人啊。我建议是安尼啦，你听看卖。清楚你伫做啥，别人的代志你免管伤济。但是呢，有意见爱甲伊讲，好咧讲，无爱听咧，
为伊代祷啊！这是听的服侍，清楚家己位，清楚家己你要做啥。我无事，我知影我要做啥。长老，你知影你要做啥？执事可能知影要做啥，但是有一个无写伫顶头的，敢毋是咧？你知影历代志下卷26章有讲到一个故事，讲乌西亚王是做一个王啊。但是伊要烧香献祭，这故事大家听过无？我是王呢，宗教里代志我嘛要管，我是王呢，我要献祭，大家挡袂牢。但是有80个这个祭司讲，你袂当做这个代志，律法的规定是什么人在献祭？祭司啊，80几个祭司甲挡呢，挡袂牢。我是王呢。我讲会当献就会当献，伊就去献。结果啊，读甲洗太高啊，马上洗太高。咱服侍，你要清楚你家己的位置伫倒哦。毋是你的代志超过你的范围的，爱好好讲，而且爱祈祷，为祈祷求上帝来改变。第4项，服侍是满足上帝心意。服侍有当时满足一寡人伊的需要，无毋对。但是服侍上线尾是满足上帝旨意啊。那亲像我拄讲的陈医师啊，伊到来台湾啊，做到90岁，搁伫做医生啊。伊哪会遮戆要转来台湾？是啊，满足上帝心意，毋是家己意思尔定。毋是要服务即群人尔定，是爱满足上帝心意。咱咧服侍，你有想看觅？你有满足上帝心意无？啊是讲哇，大家甲你学咯，哇，你真好真好，你袂歹安尼？毋是呢，你服侍是爱有上帝讲，好，搁忠心的萝卜，毋是别人对你的行善啊。咱时常看到咱即摆社会时常讲网红对无？网红啊，你放楼顶头哦，就这人啊赞，流量很高啊，大家拢甲同意。服侍毋是要大家甲你赞声同意，服侍唯一的目的是上帝讲好啊，这是我的心意。你是忠心的萝卜，照着我的意思，咱做伙来同心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主阮只是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恳求你圣神做工伫阮的中间。主啊，阮是你的萝卜，阮来听主你的声，恳求你启示阮，帮助阮。领受你的旨意，伫这末后的世代，诚做光，诚做盐，来服侍有需要的人。愿上帝你的心意得到满足，愿信心守持阮有恩赐，我靠上帝信心的大能贵力来服侍，毋是照着阮家己意思，乃是照着主你的心意。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来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